日，我竟然重生了，回到了末日半天前。我真的重生了。虎哥，这都末日2个多月了，我也没有食物了。没有食物，那要你有何用？借你一条腿给哥几个开开荤！不要，不要，虎哥！您一共2套产权，共计贷款1100万，必须在1个月内还清，否则我们会强制收回您的房产所有权。多谢。1个月，再过1天，这个世界就再也没有银行了。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这笔钱花掉，变成末日能用的物资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能活下来。姐，你瞧，那边那个不是姐夫吗？什么姐夫啊？你姐还没结婚呢。还真是他。姐，你快别写了，还办什么信用卡呀？这才多少钱？我刚可都听到了，他现在手上可是有1000多万，还是现金。什么？1000万？秦云，你总算是想通了。我就知道你是在给我准备惊喜。想要娶我，300万彩礼，1毛钱都不能少。宝贝，外面好吓人，都是丧尸，我好饿，能给我送点吃的吗？我弟弟他都2天没吃饭了。好，你等着，我马上送去。为什么？你竟然骗我给徐三虎开门，他砍了我一条腿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件事我不知道啊。宝贝儿，开饭了，你男朋友的腿好香。因为我先挂了，我有点事。蔡小霞，秦云，我对你的态度很满意，300万娶我是你天大的福气。姐，什么300万？你是不是傻？他现在有1000万呢。我觉得300万不足以表达你对我姐的感情，800万更合适，还要给我搭一辆100万级别的车。我就这一个弟弟，我觉得我们结婚给他买辆车应该是基础条件。闪开！马上世界末日了，我没时间和你们磨叽。什么世界末日？秦源，你发什么疯呢？没什么意思，我赶时间。借过。哎呦，你干什么？你还想不想娶我姐了？蔡成安，我现在赶时间，没空和你废话。我们的账以后再算，再敢耽误我的事情，老子弄死！姐，你看他这小子是不是疯了？这还没和你结婚呢，就敢对我这么凶，那要结婚还了得？他怎么变化这么大？哦，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你说他干嘛取那么多钱？还世界末日，娶不到我就是他的世界末日。他取钱不就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？哦，我懂了，他想玩浪漫，只不过被我们撞破了，所以故意演得很凶，哼，还玩情调嘞。那我勉强原谅他吧。我需要大量的食物、水，还有日用品。食物我要那些容易保存的、价格高的；日用品要齐全，洗发膏、沐浴露、卫生纸之类的。先生，这都是常见用品，一次买这么多，都够一个人用50年了。真的要这么多吗？马上就要世界末日了啊！我很急，今天晚上能送到我家吗？啊，世界末日，先生真会开玩笑。我没必要骗你。秦先生，给我8个小时，你要的东西全部到位。这种傻子多来几个，我不就发了？
这2扇门我要改造成银行金库级别的，除了我谁都进不去的那种，窗户也做加固。云哥，这倒不难，不过有必要吗？金库门可不便宜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云哥，你这房子里的东西都没这门贵。老同学，听我一句劝，这世道马上就要变了，忙完我这个，早点回家，多囤点物资。得了吧，搞这么神秘兮兮的，还能世界末日不成？对了，还有天台，我也租下来了，我要你帮我安装一套太阳能发电，还有净水设备，门也换成金库门，还有家里的所有窗户都换成防弹玻璃。没问题，只要你不同意，这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因为你需要的安保级别比较高，所以价格也不低，搞完大概120万。5个小时可以搞定吗？5个小时？怎么可能？5个小时都不够。我给你200万。成交，云哥，放心交给我。搞完大概120万。5个小时可以搞定吗？5个小时？怎么可能？5个小时都不够。我给你200万。成交，云哥，放心交给我。大伙儿快快快，最后2车了，时间紧张啊！哟，这不是秦云吗？发财了啊，卖这么多东西。这牛肉看着挺好，你小子混得不错啊，给你王大妈也来点。放下。放下！哎呀，你买这么多东西，我拿点又怎么了？邻里邻居的，干嘛这么生分？我说最后一句，放下！你再动一下，我报警了！秦小子，你几个意思？拿报警威胁我？你当你王大妈是吓大的啊？不就拿你一点牛肉，会死吗？搞得谁买不起呀？买得起就自己买去，别耽误我时间。来，继续搬。你怎么和我说话呢？我这一把年纪了，去超市多费劲啊！你买那么多又吃不完，大妈这是帮你，大不了回去转你100块就是了。啊，收尸？你当你谁呀？黑社会啊？还有没有王法啦？哎呦，大家伙快来看啊！赶紧滚蛋，别让老子动手！你还敢打女人不成？来来来，你有本事就打死我！秦先生不打，我打！你这老不死的，敢耽误老娘赚钱！秦先生，您放心，这事儿我来解决。这一车10分钟内就能运完，绝对不耽误您的进度。好。你个老不休的，差点害老娘没了20万！滚蛋！在我们小区你敢打人？等着！不行，我要给他打个电话。等等，我是被砍掉1条腿后认识的萧凌，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活下来。也就是说，他现在还不认识我。萧凌，我是秦云，时间有限，我说你听，30分钟后，丧尸病毒即将席卷全球，关灯，锁好门框，切记。怎么啦？又是哪个追求者的骚扰电话？不是，这人给我打电话说马上要世界末日了，让我不要出门，锁好门窗。真奇葩，这是什么新奇的追求方式啊？世界末日都蹦出来了，谁知道呢？的确有点莫名其妙的，关键我都不认识他，叫什么秦云？秦云？等等，那边围着人，好像就在喊这个名字，走去看看。秦云欺负老人！萧凌，糟了！萧凌这时候不是应该在家里待着吗？怎么会在楼下？不行，谁都能死，萧凌不行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是在可怜我吗？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好人不多了吧。
我是好人，好人只会被欺负。如果能再活一次，我宁愿做个坏人。活下去，再说别的。小玲，小玲，你也是，活下去，记住，你欠我一条命。就是他，这天杀的青云！我一把年纪了，找他买点牛肉，就叫人打我，简直是没有王法呀！大家评评理了。我们小区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啊？王大妈一把年纪了还动手打他，是不是男人啊？不管怎么说，打人就是不对，而且还是打女人、打老人。青云，赶紧给王大妈道歉，要不然就让法律制裁你。道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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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！老不死的，给你脸了是吧？交代，好，你要是能活过今天，我就给你交代。你几个意思啊？这么多人，你还想动手不成？秦远，这青天白日的，你真当自己是黑社会大哥了？你敢动王大妈一下试试？我这就报警。对，报警！让警察把他抓走！我操，什么情况？不会有传染病了吧？周红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我操，疯了，都疯了啊！快跑！快跑！来不及了，和我来！
这是什么情况？世界末日而已，不用谢，我欠你一条命。啊？快！芝麻开门。D 声纹匹配，欢迎回家。快进屋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突然所有人都疯了？现在怎么办？报警！赶紧报警！不用白费力气了，准备好适应世界末日吧。你们俩要不要洗个澡？你去哪儿？洗澡。姐，快开门！怎么老是忘带钥匙？喊什么呀？吓我一跳！你怎么还在化妆啊？风风火火的，多大的人了，还和小孩一样。我去，我能不慌吗？你是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？无所谓，我待会儿要出去约会，要是秦云过来道歉，你给他打发走。这家伙脾气越来越大了。约会？都这个时候了，姐夫还找你约会？什么姐夫？我怎么会和秦云出去？你以后别叫他姐夫，让别人听到不好。你可千万不能出去，现在外面……这么快就来接我了？别！千万别开门，外面都是丧尸，真的乱了，全乱了。姐，我说了呀，是你不信啊！完蛋，这次大发了。你们俩要不要洗个澡？都这个情况了，哪还有心思洗澡啊？就是，而且我们俩女孩在你家多不安全，你要是对我们图谋不轨，岂不是……你要觉得我不是好人，你可以出去，请。你，思思，秦云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不要任性。还是萧凌懂事儿，张思思。我不欠你的，而且这里是我家，你要不愿意待着，我还不乐意收留你呢。非常抱歉，思思她没恶意的。我倒没有生气，只是怕某人搞不清楚状况。现在外面都是吃人的丧尸，接下来几天甚至几个月，我们可能都要住在一起。和一个变态男同居太吓人了，联邦军什么时候来救我？不管联邦军队来不来，现在你们只能待在我这儿。不过，我得提前约法3章。第一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打开客厅的门。第二，这房间、书房是绝对的禁区。这是你家，当然没问题。很好，会做饭吗？我饿了。还有人活着吗？妈耶，小区里全是丧尸，太可怕了！我姐死了，乱成这样，联邦军队什么时候来啊？大家要相信联邦会有人来救我们的。曾经的我也坚信很快会有救援，然而，灾难远比想象中严重。3个月，丧尸进化了3次。第1次进化，失去视力，但换来听力大幅度增加；第2次进化，力气暴涨，能轻易撕碎房门；第3次进化，嗅觉增幅，能根据血腥味找到幸存者。然而，在这场灾难中，最大的危险却来自于同类。而这一次，重活一世，我囤积无数物资，将家里打造的固若金汤。
哪怕人类最终会灭亡，我也要做那活到最后的人，并且亲眼看着那些禽兽一个个灭亡。秦云，秦云，哦，不好意思，走神了。你快看群里吧，他们在说你的事儿呢。说我什么事儿？我就说秦云那小子怎么提前囤那么多东西？他是不是早就知道要发生这些事儿了？这老太婆竟然还没死！这小逼崽子早就知道要末日了，那你知道了也不说，害得老子一点准备都没有，还死了10几个兄弟。小子，你说该怎么赔我？是啊，现在大家都处于危险之中，秦云你要负很大的责任。如果你提前说，我姐说不定不会死。周雪，还有你，你姐变丧尸死了，关我屁事儿！别在这狗叫。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这件事儿就算是说了也没人会信吧？你干嘛？那徐三虎之前是混社会的，可惹不起啊！你要害怕被我连累，可以走。我本来也不想招待你。你以为我想在这儿待着？要不是看在萧凌的面子上，要不是看在萧凌的面子上，你早就死在楼下了，怎么可能坐在这儿和我唧唧歪歪？哼！不好意思，我这就去劝劝他。秦云，你胆子很肥啊，敢这么和老子说话！你小子给我等着！我好怕呀！混社会的好牛逼啊！求你赶快来，砍死我！不来你是我孙子！我吊他老母！这小子找死！虎哥，别生气，我们现在实力大损，大部分兄弟都变成丧尸了，不宜冲动。那就让这小子骑在老子头上拉屎！那我徐三虎还怎么混？可是这么大的灾难，现在外面起码上千万的丧尸，活动空间有限，物资有限，当务之急是食物啊！我们的食物撑不住2天。食物怕啥？小区里肯定有，我们挨家挨户去搜，一户顶多2、3只丧尸，我徐三虎会怕？是个办法，但是不长久，食物是会腐败的，能吃的也就是那些包装食品，大部分人家里都不会存太多。正好啊，不是说那个秦云囤积了不少吃的，我们去抢他的就行了。动动脑子，现在外面那么多丧尸，危险不说，就算能出去，那秦云提前知道末日爆发，肯定做了准备，没那么好抢。那怎么办啊？总不能真饿死吧？出是肯定要出去，只不过要换个目标。秦云那人我听说过，小区老住户，还有个马子叫什么蔡小霞的。好，就先让他嚣张一下，回头就去把他马子绑了。刁他老母，敢惹我老子，非得让他见见世面。你说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以为只有电影里才会出现丧尸，谁知道成真了。萧凌，我怕一想到现在整个小区全是那些怪物，我有些腿软。我也有点怕。你刚才怎么不怕，现在怕了？这是什么声音？好像是楼下。楼下是不是又有幸存者被咬了？他们会不会从窗户爬进来啊？这小区里几千号人，不得有几千个丧尸啊？应该不会吧？这是顶楼，丧尸爬不进来吧？太吓人了！要不我们去找秦云吧？这不好吧？你之前不是还怕他对我们图谋不轨吗？现在已经不是图谋不轨的问题了。我们俩女的，要是丧尸真冲进来，我们不得死翘翘？我觉得你说的对。进。你们这是干嘛？大晚上的不睡觉啊？不是，外面那些声音你没听到吗？听到了，末日第1天，运气不好的被丧尸狩猎不是正常吗？有啥好大惊小怪的？啊，你是说那些声音？那些声音都是正在被吃的幸存者，别在意，和我们没关系。那我们……放心，我家安全着呢，外面那些习惯就好，回去睡吧。习惯？这怎么习惯？你怎么能这么淡定啊？任谁经历几个月的末日，都会习惯的。秦云，我们能和你待在一起吗？啊，可是我这房间就只有1张床啊。放心，我们睡觉可老实了。这是3八线，这边是我们俩，那边是你，互不打扰。没想到，
我们第一次一起度过的夜晚，会是在这样的情景下。我已经开饭了。那就好，一定要养好伤，吃的不够我再想想办法。小玲，你说如果没有爆发病毒，我们还会认识吗？应该不会吧？那我是不是应该说，其实我还挺幸运的，能在病毒爆发后认识你。这也同样是我的幸运。如果等到这一切都结束，我们都能活下来，你会愿意和我？我愿意。起这么早？你这呼噜打得震天响，谁睡得着啊？主要是外面这情况实在有些睡不安稳。放心，这方圆几十里没有比我这更安全的地方了。怎么才搞这么点菜？现在这情况，谁知道要多久？吃的喝的用一点少一点，得省着。省什么省？我早上不吃点好的，浑身难受。把这个也炒了。我们现在3个人，冰箱里就那么点东西，万一吃完不得饿死啊？我的东西，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你要不想吃可以不吃，别降低我的伙食标准啊。不吃就不吃，我不稀罕。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。有的吃就不错了。光吃米饭怎么行？来一点这个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你吃。让你吃就吃，别废话。他说他要节省粮食，不吃这个。萧玲，你吃就行了。太过分了！吃。谢谢。这一次，我不会让你再受苦了。行了，还吃不吃？我也不是非吃不可，我就是怕浪费粮食。现在食物那么紧张，可不能浪费。姐，那些丧尸应该进不来吧？这都1晚上了，我感觉我们暂时是安全了。姐，我饿了。你看看冰箱里还有吃的没？姐，你想啥呢？平时我们都点外卖的，从来没在家做过饭啊。现在家里就只有2袋米，干吃米饭怎么吃得下去啊？等等，对呀，秦云，他不是囤了好多物资吗？找他要啊。秦云，可是他还没有和我道歉呢。姐，你是不是傻？都啥时候了，我都要饿死了。再说了，你让他送东西，这不是给他台阶下吗？他不得屁颠屁颠跑过来认错？你说的有道理。秦云，我家里没吃。你都没吃早饭的吗？那真是太惨了。你想吃什么？随便。泡面？可是我也没有多少泡面吃啊。不信你看，我只有这些。你要泡面，我是真的不多啊，就只有几箱。靠！老娘在这饿肚子，这狗男人在哪儿吃龙虾红烧肉？我也想吃红烧肉，吃龙虾。你以为我不想？老娘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我怎么会认识这样的男人？他这种死宅男就该去死！没有泡面，这个也行，还不赶紧给我送过来？可是
外面都是丧尸，好危险！我出去万一被咬了怎么办？我会死的吧？我都饿成这样了，你还那么多借口？就2层楼的事情，你小心点不行吗？这点事情都办不好，你还想娶我？怎么给我安全感？怎么给我幸福？哼，白痴。那你等着吧。怎么样，姐？他答应了吗？他说让我等着，应该过一会儿就送来了。我姐魅力大，把那家伙拿捏的不要不要的。哼，你以为你姐纵横情场是白混的？区区一个秦云，勾勾手指他就得爬过来给我当狗。这秦云他不是好人呐，他怎么不早说末日的事情啊？我们家都没有多少吃的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是呀，要不是他，我姐就不会死。不行，没吃的我们绝对过不了几天。他家那么多吃的，我们得想办法给他要过来。这样，我现在去群里说，你也带头，等物资到了，你的如数方还，他的我们3期分成。好，我配合你。爱所有人，现在到了危难之际，我们应该团结起来。作为6号楼的楼长，我提议大家将物资统一起来，由我给大家平均分配，一起面对灾难。爱秦云，你先做起表率。我支持，现在情况紧急，必须要合理分配物资才行。好啊好啊，多给我分配一点，我们家啥都没有。给你分配，我觉得应该给我分配。秦云，你什么意思？灾难当前还破坏团结，有没有一点担当？你对得起国家的培养吗？别给我扣帽子，没用。有时间说这些废话，还不如去把楼道的丧尸处理了。怎么的？你还想别人用命去给你送物资？你脸可真大。什么叫给我送物资？我是为了大家好，而且你不是在顶楼，你可以用绳子吊着物资从窗户运下来啊。我觉得王大妈说的有道理，你在顶楼，我们下面都可以送到。对，都是秦云的错，他背着我们自己提，分一些不公德心都没有，我呸！这也不是秦云该做的，世界末日和这小伙子有啥关系？刘大爷，别插嘴。有本事自己来拿，傻区。他们说你囤了很多物资，没事，别瞎打听。冰箱里也不多，你放哪儿了？有时间比，不如去帮忙打扫卫生。不用，我来就行，也不累，我就是闲不住。好吧，那我先去躺会儿。不让我进书房，难道东西都在书房？你在哪儿傻乐什么呢？姐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群里都在声讨秦云呢，要让他分物资出来。你是哪儿傻？这有什么乐的？秦云的物资要是分出去，送我俩的不就少了？说的对啊，那可不行！都闭嘴！我姐夫的东西都是我和我姐的，你们休想占我们家的便宜！我就知道这个秦云不是好东西，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，都是别人的姐夫了还想追你。人家也没说要追我啊。得了吧，男人都一样，下半身动物，我比你懂。你不信，我给你试试。你要干嘛？别搞事儿啊！你就看着吧。你看你闹的什么洋相，丢人了吧？你这人有没有审美啊？你再这样说我就生气了。那你生气吧。什么情况？啊，不会吧，停电了！不只是电，水也停了。停电了，看来有意思的要来了。还好我提前做好了准备。咦，还好又来了。这种时候要是没水了，那可就危险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对劲儿！你看群里好像除了我们，大家的水电都停了。啊，那赶快啊！趁着我们还有水，找点东西多装一点。你们干嘛呢？别人家都停水了，我们要赶紧多接点，要是没水可就糟了。是啊，
哈哈，那你猜猜为什么我家没停？或许是因为水管里还剩一些，那也不对啊，这是顶楼，水管里有水应该也是低楼层啊。笨蛋，当然是因为我家的水电系统都有独立备用的，楼顶天台也是我的，我在上面安装了一个超大的水塔，就算是每天洗澡都够我们用1年半年了，别怕。你有自己的水塔，那电呢？当然是太阳能啊，铺满整个天台，发电都大于消耗了，根本用不完。空调开低点，不用给我省钱。等等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手机岂不是很快就会断网了？没错，网络虽然是独立的供电系统，但是最多坚持10几天，之后，所有的幸存者都是一座座孤岛，秩序崩塌，人性扭曲，这才是真正的末日。局势越来越差了，我们还有救吗？小林，我好怕，我不想变成丧尸，丧尸好丑啊！别怕，别怕，病毒爆发我们都活下来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放心，第一波病毒爆发没有变丧尸，说明有抗体，哪怕是被咬了也不会变。这种事情你都知道？难道你被咬了？你们当时没看到啊？王大妈那货被咬了好几口都没事儿。我们家里还没来电，你们呢？我这儿也没有。我老战友给我的消息是，以后每天只有半小时通水电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以后不会彻底断了吧？什么时候才能有救援了？战时管理条例，好像是说遇到重大灾难的时候要接受管理分配，我们要听吗？听个勾吧！什么玩意儿就想管理啊？他连个公职都没有，业主群楼长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拿着鸡毛当令箭啊！这可不行！要是回头联邦军队过来，我们岂不是违法犯罪？我觉得我们应该配合。张思思，你有什么？吃我的住我的，你拿什么去配合那个老太婆？用你这一件穿了2天的衣服吗？都味儿了，还想当圣母呢？思思，秦云说的对，我们也的确该洗个澡了。呵呵，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呢？给你分配，你怎么不给我分配？秦云，这是命令，不是在和你商量。如果你不配合，就是违法。呵呵，你随意，我的东西就算是喂狗，也不会给你这条老狗。对，姐夫的物资是要给我的，你个臭老婆子别想分。蔡成安，你是不是傻？你这不是骂自己是狗吗？啊，是呀，我这肯定是饿傻了。姐，秦云他怎么还不把东西送来？这都晚上了。的确有点不像话了，这么久，我都饿得胃发酸。就这么2层楼，小心点躲着丧尸不就爬下来了？姐，赶快催一下啊！群里那些人都在惦记秦云的物资呢，咱可不能让他们占了先。我催他，他都没有主动和我道歉，我还没原谅他，应该他先找我。我不管，我饿，姐你不管我，老爹老妈你们看看，老姐不管我啦。好了，我这就去问，你别吵了，回头把丧尸引来了。秦云，你怎么回事？让你送个饭要那么久？怎么这么蠢？群里王大妈不是都说了，你可以用绳子从窗户把食物掉下来
可是那么多人都盯着我呢，我们隔着2层，到中间被别人截胡了怎么办？啊，太舒服啦！是啊，谁能想到，都世界末日了，我们还能舒服的在安全的地方洗热水澡。这么看，秦云还怪牛逼啊！他到底是怎么提前知道要爆发丧尸病毒的，还做了那么多准备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好像什么都知道。哎，你说丧尸病毒是不是和秦云有关系？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，他是那种隐藏在暗处想要毁灭世界的神秘组织。毕竟他动不动就凶人，看着不是好人。我觉得你可能是想太多了。秦云要是坏人，就不会救我们了，更别说让你在这儿舒舒服服的洗澡了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，万一呢？他可能就是看上了你的美色，想要把我们囚禁起来，然后做坏事儿。我相信自己的感觉，每次看他的眼神，我总感觉我们好像是认识很久的朋友。他不会是你说的那种人。那可不一定。话说，我们有衣服换吗？那个秦云，你能来一下吗？等一下，别，我不太方便。你别过来啊！我可是练过拳击的。我要想进去，你们刚才洗的时候就去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想你有多的衣服可以借我一下吗？哦，没衣服穿了。可是我这儿也没有女人的衣服。要是没有的话，你的也可以，大一点的就行。我的？行，等着吧。还怪合身呢。合身啥？太大了。有的穿就不错了。谢谢。这都几点了，还不来？要再不来，这辈子都别想见到我了。这个人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我看群里他弟弟叫你姐夫，是你女朋友吗？女朋友？我要有这样的女朋友，死了都不会瞑目吧？这件事儿说来话长。也就是说，你们一直是邻居。你父母去世前想撮合你和蔡晓霞在一起，不过他不仅要你300万的彩礼，还要你的房子写成他的名字。这个瓜有意思，比电视剧好看多了。小林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结婚是2个人共同生活，共度余生。对于一个要陪伴一辈子的人来说，金钱只是基础。真要把结婚做成生意，可能不会幸福吧。说得好啊，说得好啊。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。反正如果是我的话，真心想要和一个人在一起，只要相爱。现在这些也不重要了，反正都世界末日了，钱有什么用？指不定过段时间结婚要2包炒饭都开心的不行了。啊，2包泡面就能结婚？不至于吧，这也太夸张了。夸张？你们在我这儿吃好喝好的没感觉，但是你知道现在外面那些幸存者过的都是什么日子？再过段时间，别说2包泡面，拿一杯水出去，就有人要屁颠屁颠过来给我当女奴。呸！死宅的幻想罢了。你不信？哈哈，有骨气。那从今天开始，你别吃我的东西，自己想办法。
死我了！这都几点了，也没个反应，亏我当初还想嫁给他。要不是看他条件好，我看都不会看一眼。怎么了，姐？秦云他是不是不来？妈的，真是过分！都这种时候了，也不知道在姐面前表现表现，活该娶不到老婆。现在我心情很不好，别惹我，要不连你一起骂。姐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姐夫，你怎么搞的？姐夫啊，你怎么搞的？还把我姐惹生气了？你这样还让我怎么帮你说好话呀？我姐现在生气了，不过还有补救的机会，你赶紧带着吃的来啊！为什么？你要是带着吃的上门道歉，他饥寒交迫之下，巴拉的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把握住机会啊，姐夫！患难见真情，你现在把我姐哄好了，你们的婚事不就妥了？一点吃的换我姐那如花似玉大姑娘，你赚大了。有道理，可是门口有丧尸，我出不去，要不你来我家拿？让我去拿？姐夫，你疯了！我这细皮嫩肉的，要是被咬一口还得了？那我出去也会被咬啊，为什么不能是你被咬？姐夫，你怎么回事？这说的什么话？我这是给你表现的机会，你还不好好抓住？那真不好意思，这机会我不要了。上一次，就是这所谓的机会，害我差点没命。怎么才这么点啊？我怕拿太多有声音，到时候有丧尸。我去，快让我进去，有丧尸！什么？丧尸？你赶快把他引走，别堵我家门口！放手！你要害死我啊！操！姐啊，让我进去啊！呵呵，蔡晓霞、蔡承安，曾经的我一叶障目，没有发现你们自私自利的真面目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你们好过。如果没有记错，明天中午那件事儿也该发生了。今天晚上，蔡晓霞家楼上已经变成丧尸的邻居。有伤！因为我的介入，帮助他们引走了这只丧尸。可是我却被丧尸咬伤，养了1周才恢复。这一次没有我的参与，我倒是要看看你们怎么活。姐夫，救命啊！好戏开始了。哎呀，怎么了呀，承安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丧尸，有丧尸冲到我们家了！姐夫，快来！这么危险，坚持住，我马上来。姐，我好饿，都2天没吃东西了，我要饿死了。家里不是还有2袋米，煮米饭吃吧。干吃米饭啊？这怎么吃得下去？都怪秦云那个废物，这么久连个饭都送不上来。就当我瞎了眼了，以后我是不会和他好的。没想到他是这种人，一点担当都没有。姐，其实我觉得也不用直接把他甩了。嘿，现在这环境，他还是有点用的。我们要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让他知道自己的错误，给我们送点吃的来，再甩他。说的也是，现在这栋楼里应该就属他家物资最多。可恶！一说起他就来气，不就是1、2只丧尸吗？我最讨厌胆小的男人了。嘘。什么声音？我操！
么会这样？这丧尸都冲家里来了！姐夫，救命啊！这回是真玩完了，我还不想死啊，姐，我不想死。你不是给秦云发消息了？他怎么还不来？姐夫，我快扛不住了，你多久到啊？要死人了！马上，你们再坚持一会儿。马上是多久？马上是多久啊？快啊，快啊！秦云，你要再不来就得给老娘收尸了，立刻过来！可是收尸我不会啊，要不我学学？那你喜欢什么样的骨灰盒？我回头帮你挑一下。放开我姐姐！我已经探查过了，我们这一层的丧尸已经去下一层了，现在是我们出门最好的机会。这就是秦云他马子家，很好，把他马子抓了，秦云不得乖乖就范？听说那个蔡小霞身材那叫一个正点儿，到时候高低得让我们哥仨开心开心。我去！一、二、三！太好了，终于得救了！你们好厉害，要不是你们，我姐就危险了。你叫蔡小霞？对，我叫蔡小霞。谢谢你们救了我，谢谢。这种时候，像你们这样的好人真是不多了。啊，对，我们是好人，专门来救你们的。等等，虎哥，他好像被咬了。虎哥小心，电影里被丧尸咬了也会变成丧尸。妈的，你被咬了怎么不说？你也没问啊。这都什么破玩意儿？我真的没事，我不会变成丧尸的。虎哥，相信我。哼，变不变的不是你说了算。虎哥，放了我姐吧，她肯定没事的。你闭嘴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妈的，穷逼，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！操！我们已经2天没吃饭了，都快饿死了。
秦云呢？他不是囤积了很多吃的，没给你们送一些？他就是个怂包，老说外面有丧尸不敢出门。他要真送了，我们也不至于饿成这样。就是，他简直不是男人，自己在家吃龙虾，让我和我姐在这饿肚子啊！虎哥，那我们岂不是白来了？白来！我徐三虎从来不做不赚钱的生意。你现在给你姐夫打视频，就说你姐在老子手上，让他把手里的物资都给老子送过来。什么啊？让你打你就打！姐夫，你怎么还不来啊？我在吃饭啊，你们怎么样了？坚持住啊，我马上就来。我们这儿都快死了，你在吃饭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不是饭怎么去救你们啊？你们加油，我吃完就去。妈的，你在这儿唠家常呢，快说正事儿！这是徐三虎的声音。你那儿有人？是呀，是虎哥他们。要不是他们来得及时，我们姐弟俩就得给丧尸吃了。徐三虎把他们救了，操，这两人命真大。废话真多。你小子就是秦云是吧？你小子之前挺狂啊，我也不和你绕弯子。你马子在我手上，你准备怎么办吧？哦。那你们准备怎么办？别和老子装傻！你囤了不少物资吧？我也不多要，9成的物资换你马门，还有他这个傻逼弟弟。9成还不多要？讲的就是个诚信，看到了吗？你马子还活着，但你要是敢拒绝我……对了，听说你还在吃龙虾什么的。龙虾也给我拿过来！龙虾我没买多少，我现在只有这些。他妈的，装什么傻呢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没有和我讨价还价的资格。要是不同意，我保证他俩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哎呀，我好怕呀！这样吧，我敬你是条汉子，你一定要说到做到。什么情况？徐三虎把蔡小霞绑架了？外面那么多丧尸，他们怎么做到的？正常。其实楼里还好，丧尸都在各自的家里，楼道里不多，只要小心点还是能活动的。那你准备怎么办？我们要救他们吗？我疯了啊，去救他。该吃吃，该喝喝。思思，你怎么了？在想啥呢？啊，没怎么。这小子几个意思？就这么挂了？感觉秦云怎么好像并不在意蔡小霞的死活？操，还以为能让秦云送物资过来，这么看来白忙活了。那这蔡小霞是不是没用了？不是这样的，他一直以来都是我的舔狗，他一定是装的。对，姐夫他最爱姐姐了，他就爱装作不在意，然后给我姐惊喜。之前就是偷偷去银行取钱，要给我姐还不说。我看着不像，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傻缺女人自我感觉良好？傻缺女人？刚才视频里，秦云家好像有2个女人，那2个女人是谁？啊，他家有女人？他竟然敢背着我找女人，还住在一起了！我非要把他链给他撕了！等等，虎哥。刚才那2个女人其中之一，我好像认识。哟，小贱人还活着呢。听说你最近过得还挺滋润啊。
你老爹欠我们的20万什么时候还？不是10万吗？我都已经还了8万了，怎么又变成20万了？10万，那是上个月的价钱，你没还清，所以这个月算上利息是20万。你们这是抢钱！记住，这个月底23万，1分不能少，要不然下个月可就不是这个数了。太多了，我怎么还得上啊？还不上，哥几个自有办法。你这年轻靓丽的，卖窑子给香饽饽，顺便还能让哥哥爽爽。不要，我还。张思思，听说你在秦云家过得很舒服吗？哟呵，现在敢这么和兵哥说话了？翅膀长硬了，忘记还欠兵哥钱了？你说的对，都世界末日了，那兵哥要想对你做点什么，你觉得那秦云拦得住？忘了兵哥的手段了是吧？你想干什么？我要你帮我搞清白，秦云到底囤了多少物资？你怎么还没睡？咦，这3天不是吃了不少东西吗？这怎么又满了？可能是我家的冰箱有魔力。我看是你有魔力吧。不让进书房，那他的物资一定是放在书房里了。你看这个，幼稚！书房和我的卧室是。我猜他囤的物资应该在书房，可是我打不开书房的门。你确定吗？他们家就这么几个房间，应该没错。很好，我们正在清理单元楼的丧尸，等清理完了再联系你。干嘛呢？啊，我啥也没干啊。什么都没干，杵这儿干嘛？想进去啊？没有，我就是路过。走什么？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？书房是绝对的禁区，你不会以为我在和你开玩笑吧？我真的就只是路过一下，我没想干别的。那你最好真的只是路过。我要掉以轻心。呸！还是挺简单的嘛，丧尸在我们哥仨面前也不值一滴。大部分丧尸小区里楼道比较分散，我们要是被楼下那些数量的丧尸围住，也是死路一条。当务之急还是收集食物，先挑最肥的来，其他的再慢慢收。周学兵，你那怎么样了？我都打听好了，秦云的物资都放家里书房呢，我们直接去就行。那还等什么？走啊！老子早就想去找那个小子算账，哼，哪怕是世界末日，也没人能触我徐三虎的眉头。出发！秦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思思她哪惹到你了？很好，张思思，我原本以为你只是性格傲娇了点，没想到你吃我的喝我的，现在却想要伙同别人来谋害我。你自己看吧。不是，我不想的，我没想害你，真的。没想害我？那周学兵是怎么回事？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他和徐三虎是一伙的。不是，我不是。不是，现在小区这个情况，他们人多势众，而且很能打，我也没办法。要是他们强行要冲进来，你会更危险的。这就是你把我卖了的理由？他们现在只要物资，你那么多物资，只要给他们一部分，他们也会保护我们的。保护？他是警察还是联邦军？张思思，你这脑袋到底怎么想的？思思，这件事确实是你不对。人性是最经不起考验的，尤其现在是末日的情况下，一旦放他们进来，我们可能1粒米都留不下来啊。不，你们不懂，周雪冰他们
他们不是一般人，他们是真的敢杀人的。我们要是不听他们的，会被杀死的。当初我爸欠他们的钱，就是周雪冰带着人上门要债的时候，把我爸硬生生打的住院，没几天就去世了。这件事你怎么没和我说过啊？当时你为什么不报警？我不敢，不是好人啊！你可真是个蠢蛋，法律健全的时候不好好利用，现在世界末日了，你又开始听他们安排。你这么听话，平时干嘛还老和我作对？是我不够坏？秦云，思思她其实怪可怜的，这件事儿她是做错了，我们还是先想办法补救，要不先让她起来。现在可是末日，上千万的丧尸围城，末日生存，走错一步丢的就是命。张思思，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我和萧凌都迟早会被你害死。里面的人，开门！他们来了，这3个人绝对不怀好意，怎么办？我们得想想办法。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书房里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不让你们进去？跟我来。这以前是我父亲的房间，曾经他是一名职业弓箭运动员。这以前是我父亲的房间，曾经他是一名职业弓箭运动员。上一世，我就是靠着这一对弓，耗费了1个月的时间，将小区楼下的丧尸清理完毕。这一次，你的目标将不是丧尸，而是人。张思思，你说徐三虎他们很能打，那你觉得比起这个，谁更能打？你家竟然有这个？怎么，很意外吗？没点手段怎么在末日混啊？啊，这个给我干嘛？让你陪我杀人，敢吗？末日只是刚刚开始，有些事情总归是要经历的。毕竟，我希望你能陪我走到最后。开门！开门！秦云，我知道你在家，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开门啊！小点声，别把楼下的丧尸引来了。雪冰，这门你能开吗？亮哥，这电子锁啊，铁丝也捅不进去啊！闪开，让我来！哎呦我！哎呦我操！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怎么那么硬？我去，虎哥，我仔细一看，这门好像是和银行金库用的一样的材料，这尼玛疯了吧？什么鬼？银行金库？是啊，这玩意儿硬的一逼，拿激光切割机都得大半天才能切开，就这一扇门，起码50万。他妈的有病吧？谁没事在家安这种东西啊？操！看来这个秦云不简单啊，很明显他这门是为了这次末日准备的。那我们岂不是还进不去？这不扯淡吗？费了半天力气，连丧尸都清理干净了，还能被一扇门给挡住？秦云，你个小杂种，不是在群里嚣张的很吗？老子来了，有种你出来，别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，给老子出来！虎哥，我觉得我们先撤吧。他既然做足了准备，是不可能开门的。我们回去从长计议。当我没说。你个杂种，老子！哦，听说你找我。那个兄弟，我听说你家门口有点脏，需要保洁吗？我们3兄弟帮你打扫打扫。啊，对对对，我们是那个小区物业的，帮忙打扫卫生。哟，那你们还怪敬业呢？这都世界末日了，还在上班，多少钱工资啊？这么拼？那个为人民服务嘛，应该的。那你这里要是不需要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。慢着，来都来了。怎么好意思让你们空手走啊？要不吃我一剑？虎哥，你妈的！射得好啊！
快跑！我刚才是不是杀人了？没事没事，都过去了，他们未必会死，就算是死了也是应该的，不怪你。你又哭什么？周学兵，我知道的，我懂你。周雪冰以前对你家做过太多坏事了，现在我们不怕他，再也不怕了。他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了。我不要被欺负了，我爸他会安息的。好了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今天庆祝一下，吃顿好的。我想吃龙虾，上次的龙虾都没我的份儿，还能吃到吗？有，等着吧你。蔡成安，人都走了那么久了，你倒是给我松开啊！姐，我也想给你松开，可是万一你变丧尸了怎么办啊？你都被咬了。我要变早变了，这都多久了？快给我松开，勒得我快疼死了！蔡成安，人都走了那么久了，你倒是给我松开啊！姐，我也想给你松开，可是万一你变丧尸了怎么办啊？你都被咬了。我要变早变了，这都多久了？快给我松开，勒得我快疼死了！那可不行，电视里不是说好多病毒都有潜伏期吗？万一姐你还在潜伏期呢？我潜伏你大爷！蔡成安，你想死是不是？快开门！啊！他们回来了！虎哥，撑住！你一定没事的，虎哥。你他妈，老子本来不死的，你再晃下去，老子就真死了！大哥们，这是怎么了？是丧尸咬的吗？你他妈是瞎呀！这么大两支箭你看不到啊！丧尸会泄箭，快找酒精纱布和止血药，虎哥的伤再不处理就真没了。操！这他妈箭头是开了槽的，这是奔着杀人去的。你赶紧止血，这开了槽的伤口撕裂更严重。先治虎哥，我没事儿。这位置不妙啊，这是扎到腰子了。啊！腰子？那我以后还能他妈睡女人吗？虎哥，现在不是管这个的时候，先把命保住啊！妈的，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。这秦云他妈的算是个狠人，等老子好了，一定要干死他！我不允许这条街有比我牛逼的人存在！啊，秦云，这些是姐夫搞的？你还有脸说？秦云家有弓弩这件事，你为什么不说？我不知道啊。他家有弓弩？他爹都死了那么多年了，怎么会还有弓弩留着？是呀，他爸以前是射击运动员来着。这种事情不早说。要是虎哥出了事儿，我让你们两个陪葬！学过护士，那就让你试试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操，我还没死呢！虎哥也差不多了，你先再多撑一会儿。真难得啊，我们的思思大小姐竟然也开始做饭了。
我虽然不会做饭，但是我也可以学啊，总不能老让萧凌一个人忙活吧？那不得把她累死了？有什么累的？我挺喜欢做饭的。再说了，你不添乱就不错了。萧凌，你和秦云一起欺负我！什么情况？他们3个又来了。我不怕。别急，应该不是他们3个。现在他们应该还在想着怎么保命吧？毕竟那2件可不简单。不是徐三虎他们，那又能是谁呢？不管是谁，做好防备总没错。这一栋楼就那么几个活人，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拿着。周红？不对，你是周红的那个双胞胎妹妹周雪吧？我记得上一世的幸存者里没有周雪，应该是因为我的原因。谢谢。我记得我和你不熟吧？你来找我干什么？我是来寻求帮助的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求求你收留我吧。你想太多了，我和你不熟。秦云，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。王大妈说集中物资然后再分配，我把家里的东西都给她了，但是她就没有音讯了，我现在是一口吃的都没有了。你的物资被王大妈拿走了，那你就去找她呀，找我干什么？秦云，求你了！听说你囤积了很多物资，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，你一定要帮帮我。别，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一定的东西，尤其是对于你我来说。你不能不管我，现在世界末日了，你是男人，男人就得照顾女人，你要不帮我，还有谁能帮我？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和你熟吗？我们的关系没到这个份上。周姐，你先起来说。我不起，他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这一套对我没用，我数3个数，你要再不起来，我可就用硬的了。我喜欢，我就喜欢硬的。你家里这2个姑娘不就是为了玩这些吗？她们可以的，我也可以，我能做得更好。小姑娘不懂那些的，我有经验啊！相信我，我会很多花样的。只要你收留我，什么我都陪你玩，绝对比他们强。够了，赶紧走，我家不欢迎你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能收留他们就不能收留我？你还是男人吗？这和你没关系。不收留我也可以，给我一点吃的，2包泡面，只要2包泡面，我陪你干什么都行。加上他们，4个人一起也行的。刚才你真的没有心动？什么？你说周雪？是呀是呀，2包泡面就能滋滋滋，这也太可怕了。这有什么意外的？我之前不就说了，这就是末日，一点点吃的就能让人出卖一切。那你说我们吃了你这么多食物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想法？对呀对呀，你没啥想法，周雪可是会好多花活的。她还有个双胞胎姐姐，而且还变成丧尸了。话说丧尸还能那个吗？打住打住，你们俩今天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感觉空气里开始有点味道了？什么味儿？什么味儿？当然是酸味儿啊！怎么可能？我们只是好奇。对，我们只是好奇。这有啥好奇的？我电脑里还有几个 T 的学习资料，你们要真好奇，我借给你们看看。啊？什么学习资料？哎呀，萧凌，他说的就是那些花活。那个秦云，我觉得有件事有必要和你说一下。鉴于我们3个暂时住在一个房间，基于某种情况考虑，比如说你的个人需求。怎么说？在你需要的时候，你可以提前说，我们给你留出私人时间解决。就这？那你还想咋地？我们可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。这么一说，我有点后悔了。后悔什么？后悔没让周雪留下来啊，她可是会花活啊。你敢？箭头是拔出来了，但是内脏有损伤，而且失血很多，
需要补充营养。营养就是吃的呗。等着，我去搞。等等，你去那儿弄吃的啊？秦云，虎哥这样都是秦云害的，他要负责。你傻逼吧？秦云有弩，你去送死吗？要不你现在就躺这儿和虎哥一起躺板板。我还没死。虎哥，你还是别说话了，节省点力气吧。那能怎么办？我总不能看着虎哥虚弱致死吧？如果是吃的，除了秦云那儿，我还知道一个地方有。你们看群里，王大妈，你人呢？我把我的物资都给你了，说好的平均分配呢？我已经1天没饭吃了。王大妈，你出来啊，别装死啊！王大妈，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说按战时管理条例吗？怎么拿了物资就消失啊？这不是老骗子吗？不会吧？还真有人上当啊！哎，我早就说了，王大妈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大家别信她呀。你是说王大妈？对对对。周雪和周红我经常见，他们平时买吃的还有零食那些，一买就是几箱，家里的吃的绝对不少，现在全在王大妈那儿，所以很好，这是个好消息。比起秦云那个难啃的骨头，这个老太婆应该会简单很多。我这就去，我也一起。蔡承安、蔡晓霞，你俩给我好好的照看好虎哥，他要有个3长2短，我要你们的命！不错哟，有了这些吃的，足够我老婆子再坚持1、2个月了。就是有点可惜，就只有周雪一个傻子。要是秦云那个狗东西也能送东西过来就好了。亮哥，食物。你们是谁？干嘛的？果然，周雪的食物都在你这儿。什么周雪啊？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啊！这都是我自己的东西。你的东西？当然是我的东西！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！滚蛋！别挡着老祖！你敢打老人，真不要脸啊！我和你拼了！太吵了，让他闭嘴，别把外面的丧尸引来了。你干嘛？我警告你啊！别过来啊！我告你非礼！我大妈，我年轻的时候可送进去过7、8个非礼我的。我呸！我呸！还他妈非礼！我是多眼瞎才非礼你，真是恶心。雪冰，下次能不能不要搞得一地血？砍顺手了，不好意思，亮哥。拿着东西走吧。王大妈死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被徐三虎他们砍死的。刘大爷给我说的，他听到动静赶过去的时候已经晚了。啊！他们3个不是被我们射箭受伤了吗？为啥没事干去杀王大妈？是因为食物吧？那岂不是说
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把他们打退了，我们也得落得和王大妈一个下场。你以为呢？现在你知道当时自己做的多离谱了吧？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那你尽情的惩罚人家吧。啊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世道变成这样了，说不定明天后天我们就死了。死之前总得长长见识。我还没找过男朋友呢。什么？大晚上的讲这些？不就是晚上讲的吗？萧凌，你也一起吧。你在说什么啊？你在说什么啊？不许擦边！装什么假正经的？你敢说你没有想过吗？你别乱说啊！我没有，不是我想的。你猜我现在里面有几件衣服？我去，你来真的啊！我去上厕所。你真不想看看吗？思思的话你别当真，她一直是这样的，口无遮拦。对，我也想说这个来着。没意思，两个怂包。张思思，你现在是一点都不怕我了是吧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大不了赶我走呗。正好你们可以撕下来那个，说不定生10个崽儿，我也算是为了祖国做贡献了。你搁这当老母猪呢？还10个崽儿，吃饭吧你就。来了，抢生意的来了，指不定是哪个会花活的。我去看看。竟然是刘大爷，他和萧凌是前世唯二帮助过我的人。刘大爷来了，快请进。我就不进去了，这不是稍微能出门了，我赶紧给你送点东西来。啊，给我送东西？我知道你囤了不少东西，不过这都这么多天了，新鲜的蔬菜没了吧？我呢没事在家就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的，这是我在家自己种的豆芽，现在也算是稀罕东西了，给你留着吃点，要是好吃，我告诉你怎么种。啊，刘大爷，你这留着自己吃啊？现在这情况，吃的东西是用一点少一点。不打紧，不打紧，能从土里长出来的东西，还怕不够吃？再怎么世界末日，只要土地还在，就能有希望。我这怎么好意思收啊？我们正在吃饭，大爷您先进来，我们一起吃个饭再说。请进。不了，我吃过早饭了，你们自己吃就行了。刘大爷，这是我们一点心意，您就收下吧。我这一把老骨头了，随便凑合一下就行。你们才是这个世界的未来，年轻人多吃。行了，我回去了，老伴儿还等着我去见他呢。您等等，我送您，这外面不安全。哎呀，你这小年轻，瞧不起谁呢？我当年也是参加过打鬼子的，虽然现在年纪大了，但是身手还在，1、2只丧尸的奈何不了我。大爷您慢走啊。好，年轻真好啊，看到你们都红光满面的，大爷我就放心了。回去了，我老伴儿还等着呢。这豆芽好新鲜啊，一看就是刚种出来的。我们在家也可以种一点。看来，哪怕是在这末日里，也是有好人的吗？是呀，我们要不要回礼啊？这种时候，这一袋豆芽可比末日前1头牛都值钱了吧？不用回礼了。小气鬼。
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不是我没人情味儿，你刚没听刘大爷说吗？他要回去找老伴儿了。这不是挺好吗？那么大年纪了，两口子还那么恩爱。那他们运气还挺好嘞，两口子都没变丧尸，好羡慕这样的爱情啊！这就是所谓的白头偕老，海枯石烂吧？毕竟现在这世道和海枯石烂也没啥区别了。如果我说他们的运气并不好呢？如果没啥意外的话，这一次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他们的爱或许比你想象中还要深刻。淑芬啊，今天楼道里那些嗷嗷叫的家伙少了很多。小区里没几个活人喽，也没几个好人喽。不过有个叫秦云的小伙子，我倒是很喜欢，你应该还记得吧？就是小时候那鞭炮炸过我们三轮车的那个。呵呵，时间过得真快哦，一晃眼，那小尿屁孩都长那么大了。我看着好像还讨了2个媳妇儿嘞。以后一定是个有出息的小伙子。淑芬啊，家里停水了，你种的那些豆芽没法再浇了，我就给他收了，送给那个小伙子了。唉，希望他能活得久一点吧。他们还年轻，这个世界还得靠他们呢。我们已经过时了，老了，饿了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淑芬，让你饿了这么多天。怎么，想吃啊？想吃，学小狗爬过来。哈哈哈哈，还挺听话。我还想要，饿。想要啊？想要你就说啊，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啊？我想要。去，爬到卧室去，自己到床上。我什么我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才对嘛！你答应过要给我吃的。急什么？先让我把你姐喂饱。小心点儿，别玩死了，他还留着有用。放心吧，亮哥，这楼里一共没几个活人了，我可宝贝着他嘞。我去了，哥。嗯。你姐的服务我很满意，赏你的。虎哥，虎哥，你醒了！你妈的，那么大动静，就算老子死了也得被你搞诈尸。对不起，虎哥，我下次注意。你娘的，你还有下次？我腰子都没了，你搞这些，这不是让老子心痒痒吗？别，虎哥，身体重要。
给我搞点吃的，饿死老菊了。呸！我操，这鸡巴什么玩意儿，难吃的要死！虎哥，讲究一下，养好身体最重要。行吧，妈的，等老子能动了，老子非得去把这仇报了。他妈的，秦云在哪儿吃龙虾、吃山珍海味，我们在这儿啃这些垃圾。其实我回来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秦云他家的门很难攻破，而且他手上还有弓弩，正面我们就算是身手再好也没有优势。所以我们得另辟蹊径。要知道这里可是楼房，我们何不从天台爬上去，直接从窗户进入？对呀，我们可以走窗户啊！这个我在行。之前我去我情人家，她老公每次回家，我都是爬窗户走的。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嘿嘿，术业有专攻嘛。这个办法大概率可行。雪冰，你现在身体怎么样？还行，我底子好，虽然受伤了，但是能用上力儿，没问题。那行，择日不如撞日。秦云现在应该是最为松懈的时候。他大概率觉得我们现在还在养伤，今晚就出发，打他个出其不意。好，就这么办。那还是老方案，我和学兵去，虎哥你先养着伤，去卧室躺着吧。操，这该死的剑伤！姐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姐，这日子我受不了了。你说，凭什么那秦云每天吃香的喝辣的，我们却要在这里像狗一样活着，吃的喝的要人赏识，就连住的地方，这明明是我们家，却只能蹲在这里，像是在住狗窝。那你想怎样？姐，我受够了，我要反抗。反抗？你拿什么反抗？就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人家一只手打你10个。我是打不过他们，但是我们有姐夫啊！别提那个负心汉，要不是他，我们就不会那么惨。可是现在就只有他能帮我们了。他怎么帮？他要能帮早就来了。姐，你别忘了，这里面哪位，还有那个周学兵，都是姐夫打伤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不是去夜袭姐夫了吗？我们只要提前告诉姐夫，姐夫提前做了准备，肯定能把那2个打得落花流水。如果那2个一死，那2个人一死，就剩1个动弹不得的人。而且，姐夫还欠我们1个大人情，这不得感恩戴德？到时候我们也能住进姐夫家里，吃香的，喝辣的，再也不用受这窝囊气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怎么样？你怎么？我怎么样？我怎么没在卧室睡着？我要是睡着了，怎么能听见这么精彩的戏码呢？虎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不是什么意思？当着我的面谋划背叛我的事儿，你知不知道，在我们帮会里，像你这样的反骨贼都是怎么处理的？对于反骨仔，得先打断手脚，再用最小号的手术刀，在你身上一下一下，每一下都只轻轻的划一点，切下指甲盖大小的肉块。在这期间，我们还会给你输血，保证你不会因为流血过多死亡，直到你的四肢所有血肉都被刮干净，只留下光秃秃的骨头。虎哥，不是，我们不是。最后，在伤口处撒上辣椒油，让你一点点的在痛苦中迎接死亡。你们现在，你这家伙，你敢还手？
别来，你别过来！我要你死！我一向不打女人，但是今天我高低得破。破！怎么可能？我会栽到你这个废物手里？我杀人了！我杀人了！做得好，今天他不死，我们就得死。这可怎么办？要是周学兵和陈明亮回来，知道徐三虎死了，肯定会杀了我们的。姐夫，对，姐夫，现在只有姐夫能救我们。手机呢？我手机呢？你在这儿鼓捣啥呢？还睡不睡了啊？女人的事情你少管。喂，你倒是管一下你家这活儿啊！我不知道，我已经睡着了。搞妹啊！你这像是睡着的样子吗？睡着还能说话的？我是在说梦话。别闹，我看个消息先。消息有什么好看的？比我好看还是比萧凌好看？姐夫，周学兵和陈明亮准备去夜袭你，从楼下阳台爬窗户爬上去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什么鬼？这蔡承安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我了？这不是见鬼了吗？难道他们那边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？都别！出大事了！能有什么大事儿啊？周学兵和陈明亮准备从阳台夜袭我们。他们要夜袭，那我们赶紧做准备啊！对，我去拿弩箭。别急，先别急。都什么时候了还不急呢？指不定他们什么时候就到了。是呀，他们战斗力很强的，要是摸进来我们就完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不会还在想那事儿吧？好家伙，大不了危机解除了，我拉着萧颖和你一起。啊！我不是这意思啊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。他们竟然已经到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我们小心点，去拿弩箭吧。好。哥们儿，我这是防弹玻璃，多层夹胶的，你们拿那个小破玻璃刀划不动的啊！要不要考虑换个工具？你妈的臭小子，你是不是有病？这么个破地方用他妈防弹玻璃，钱多烧的呀！你有种出来，我们单挑啊！哟，急了，有人急了！你这房间的玻璃都是防弹玻璃？当然了，防的就这种小贼。烈，进不来吧，小垃圾！我屌你妈的拉两手的！大晚上的还有舞台剧，现在的演员真是太敬业了，不佩服不行啊！操，亮哥，我好烦他们的眼神，我感觉自己现在像个小丑。操了，还真有这种神经病！好人谁他妈家里用防弹玻璃？是我失策了，想他秦云要是提前知道末日的消息，做足准备，防弹玻璃是肯定会有的。
只能再想办法了。我们，虎哥，虎哥，你怎么了？虎哥，你别吓我呀！怎么不可能？这里除了他们还有谁能进来？而且他们人呢？跑哪去了？啊！要不我们继续？啊，那刚才说的事情还算不算？什么事情？就是他，就是他。秦云，你果然不是好人。怎么样？我从住进来第一天我就知道了。我都说了，他不是好人。不过现在这情况，我觉得你也跑不掉了，要不就从了吧？哎呀，你们怎么……什么意思啊？今天晚上就这么热闹？大半夜的，丧尸都要睡了，这些人不睡觉的啊！姐夫，姐夫，开门啊！姐夫。哦，是蔡成安啊！大晚上的怎么有空来我这儿？我们这不是刚把徐三虎杀了，专门来投奔你来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你俩杀了徐三虎？真的，是我亲自动的手。姐夫，你快开门啊，让我们进去。成安啊，没想到你竟然杀人，这是违法的啊！我可不敢让你进来，你现在是杀人犯，我这儿包庇同罪的啊！啊！不是，姐夫，这徐三虎不是你打伤的吗？是呀，是我打伤的，但是我也没杀他呀。正亮青年，你怎么能杀人呢？真是太可怕了！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他不可能和蔡晓霞藕断丝连的。那谁知道呢？万一他心软了呢？我了解他，我相信他。切，得了吧，你才认识他几天啊？秦云，你够了，这时候别开这些玩笑了，赶快让我进去先。周学斌他们要来了。你难道觉得我在开玩笑？蔡晓霞，你不会真的觉得我会和杀人犯在一起吧？你们赶紧走，不要连累我。回头警察叔叔问起来，我可是会如实说的。秦云，我们为了你都杀了徐三虎，得罪了周学斌和陈明亮，你连门都没给我进。我好感动啊！你竟然为了我做了这么多，我哭死。可是这个门你确实进不来啊，毕竟你要进我家的门，你可是要800万的彩礼，还有给你弟弟买一辆100万级的车，我现在可拿不出这么多钱。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只要让我进门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求你了，让我进去。来了来了，就爱开始打感情牌，一般男人都扛不住。你怎么这么是非？好好看着吧你。真的不要了？800万彩礼也不要了，豪车也不要了，房子也不用写你的名字了。不要！可是现在这个点，民政局还没上班啊，要不你明天再来？吵！秦云，你耍我是吧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才看出来啊。求求你了，让我进去吧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凶你了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你想让我干什么都行，只要让我进去。呵呵，蔡晓霞，从我认识你到现在10几年了，你曾经有无数的机会都是我在苦苦追求，可是你一次都没有把握住。现在，不好意思。我会死的，我真的会死的，我已经没有
你还可以去死啊！秦云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姐？亏我还一直叫你姐夫，你还是人吗？姐夫，呵呵，你初中就辍学，到现在10年了，赚过1分钱吗？你身上穿的、戴的、玩的，哪个不是我给你买的？哪个不是几千上万？你和你姐一样，就只不过把我当个提款机而已。我辛苦工作10几年，赚的钱都养了你们这2个白眼狼。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这些都是你主动要给的，不是我非要的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主动的。现在我不想主动了，再见。得了，出来吧，这哪藏得住啊？那个不是我想听的，是思思她非要拉着我听。哎呀，你个绿茶婊，搞得你真的不想听一样啊！呸呸呸，你才是绿茶婊，我顶多是绿茶，你是婊，你是婊。哎呀，要骂架是吧？我可不怕你，走，我们到小房间 solo。别演了，太假了。听就听了，反正我的事儿你们也知道。怎么样？你们觉得我做的对吗？这个嘛，从道德上来说没有什么问题，从法律上来说呢，也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嘞？所以总结下来就是干得漂亮。各位兄弟，末日危机之下，自顾不暇，但是却能在这时候赶来助阵，没别的，我先替虎哥，谢谢各位了。好，为了虎哥，大开杀戒又何妨？梁哥，你说吧，从哪开始？大开杀戒又何妨？要啃就啃最硬的，顶楼。好啊，我早就想干死他了。现在兄弟们到了，怎么也得给他啃下来。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动手。这个秦云的家和乌龟壳一样，实在难啃。他家的门不光是个金库门，关键他还有弓弩。虎哥最开始就是被他打伤的。要不是因为那次受伤，虎哥肯定不会死，所以秦云才是罪魁祸首。我有办法对付秦云。我操！你怎么进来的？用这个一下就开了。牙签儿不是铁丝，用牙签搂锁我都没掌握。我姓周，你也姓周，你觉得呢？周雪。才反应过来啊，王大妈那种骗术怎么会有人上当？我和徐三虎家有救，我看到徐三虎受伤，这才通过这种方式给你们一些帮助。没想到徐三虎还是死了，给他报仇算我一份。你说你有办法突破秦云的防御？当然。其实这件事很简单，我曾进过秦云家一次，仔细观察过他家的防御系统。想要侧面攻破很难，只能从大门下手。可是那扇门和乌龟壳一样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东西是真的坚不可摧。好巧不巧，我家正好有一条激光切割机，又好巧不巧，我还有一台发电机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还真有机会切了。不过秦云有弓弩。弓弩好对付，用足够大的铁板能挡住身体的就行，毕竟是冷兵器。好巧不巧，这个我也有。好啊，这么一来，岂不是说我们甚至可以当着他的面来切他以为坚不可摧的大门，
让他一点点感受自己的安全无被破坏，想想就爽啊！那还等什么？开始吧，给虎哥报仇！经过这件事儿，这些人大概率会以我为尊。这种情况下，手下有这么一帮人，哪怕是末日，我也能混得风生水起。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，啦啦啦啦。秦云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儿啊？你进门不敲门啊？你快出来吧！怎么了？怎么黑屏了？这不是坏了，这摄像头被人堵住了。啊，堵摄像头？是谁干的？我们要不要开门看看？等等，先别开门，情况不对劲。操！这是激光切割机的声音，有人在切我们的大门。激光切割机？现在不是停电时间吗？他们怎么……这些人有发电机，妈的，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见鬼了！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？他们岂不是要冲进来？短时间内不至于，这扇门的安全级别，哪怕是激光切机，也得切半天。我们还有时间。我们不是有弩吗？开门射他丫的！他们敢光明正大切我的门，大概率是知道我有弩箭的，肯定做了相应的准备。开门太危险了。那我们也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啊！等我想想。外面有人吗？我知道你们能听见，你把摄像头挡住也没用。聊聊呗。别把人当傻子啊！切门那么大的动静，我又不是听不见。周雪，很意外吗？没想到是我。这倒确实，我还以为是周学兵、陈明两他们，没想到是你。哦，他们也在，我们是一伙儿的。秦云，我说过，我还回来找你的。你那一箭之仇我来报了，还有虎哥的死。徐三虎不是蔡承安杀的吗？和我有啥关系？我可没杀人哦。蔡承安，竟然是那个小兔崽子！我会找到他的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你死！哎呀，我好怕。口舌之力罢了，等门破了，你可就笑不出来喽。我很好奇，你们为什么总是要针对我？我这个人难道很坏吗？还不是因为你太嚣张！我很嚣张吗？不应该啊，我就只是想要好好的在家里躲着，不惹事也不出门。为什么总有人要来找我麻烦？你们说这是为什么？这很难理解吗？还不是因为你过得太好了，太舒服了。这个世界只有强者才配拥有更多资源，而弱者，而你长了不该才能拥有的东西，这就是原罪。强者，弱者，其实在你们眼里我是个弱者，所以我不配有吃有喝，我就应该每天风餐露宿，挨饿受冻是吧？你难道不是弱者吗？不知道是谁给你们的错觉，认为你们比我强，认为我就是个弱者。别废话，等门开了，你就知道你是什么下场了。看来是时候把那个东西拿出来，给你们送一份真正的强者大礼包了。我现在有一个选择，我能摆脱现在的危机，但是要死不少无辜的人，并且接下来的几个月甚至是半年，我们都可能不能离开这间房。你是有什么秘密武器杀手锏吗？算是吧。会伤及无辜？怎么个伤及法？大概整个小区除了我们3个以外，不会有一个活人吧。啊？什么东西？这么厉害？你会知道的，当我用了之后。主要是这样说话很帅啊，你不觉得吗？我觉得吧，你觉得帅，我就觉得很帅。你在这说绕口令呢？秦云，我觉得你可能对帅有什么误解，你说是吧？不解风情的女人，行了，开干！本来想以正常人的身份和他们相处，现在非要我赶尽杀绝。不是，
这不就是一个喇叭吗？小李，你觉得呢？我看也是。没错，它就是一个喇叭。这就是你说的能杀掉一个小区所有人的秘密武器？这个喇叭经过我的小小调整，能发射低频的次声波，传播范围很广，几公里内都有感知。这种次声波普通人是听不到的，但是丧尸却能听到，而且这种频度对丧尸有着极强的召唤作用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就是个召唤器？没错，一旦开启这个开关，很短时间内，方圆几公里的丧尸便会蜂拥而至。除了我这种特殊设计的房子，他们将会冲进每一个角落，杀掉一切能动的东西。等等，你刚才是不是已经按了？是呀，现在就已经启动了。进度怎么样？已经破坏了10%的结构了，预期晚上就能彻底把这门卸下来。能快点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那儿不对劲儿。能有哪儿不对劲儿？现在进度不是挺好的？觉到哪儿有点震，是发电机吗？不像啊，发电机是有规律的，这种更像是大规模的动物迁徙，更像是窗外传来的。我操！妈的，真是难缠的东西！哼！放心，这门结实着呢。过了今天，整个小区就只会有我们3个活人。那这些丧尸会散开吗？